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阿移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個全新嘅系列嘅，點樣用 BNO Visa 咧去申請翻永居嘅方法嘅。因為申請永居嘅手續咧都非常繁複啦，咁都需要準備好多嘅文件啦，同埋處理嘅時間都需要比較耐嘅。咁我就唔會一集去講個幾兩個鐘頭去同大家分享咯。咁我會分開幾集咧，同大家分享翻咧申請永居嘅方法啊，需要啲乜嘢文件啊，有咩特別嘅事項要注意啊，同埋點樣可以攞到快證啦，點樣可以遞交文件啦。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呢，點樣用一個普通人嘅身份呢，去自行申請呢個永居同埋獲批出永居嘅資格咯。咁就唔係可以想象中咁難嘅，咁但係呢，都需要啲時間去部署、去安排或者去準備相關嘅文件咯。因為今次